曾不過你，想從頭到尾，誰逼你認罪拋光你？他曾愛過你，但你都討厭你，因此得你咬罪惡感拖垮你從未。他只想教你何年級欠一個你，多分析你對人對己犯禁忌。我要得到我嘅路係咪走到盡頭？依靠毒品讓我有一剎自由，望住塊鏡見到自己越嚟越瘦。喺呢個社會我只感到越退越後，我已打掛，感覺可怕。可唔可以將我軀體立刻火化？現實社會我再冇能力招架，我放棄自己，神會寬恕我嗎？人生係乜？生存好迷失，為金錢卑躬屈膝，為名利改變本質，再唔記得自己有乜原則，見一日過一日，直至我嘅末日，我繼續沉溺，漫無目的，負面嘅思想永遠腦裏充斥，係抑鬱定壓抑我唔識，呢張紙可能會係我最後嘅筆跡。誰情不過氣，怎麼從頭喪氣？誰逼你現在擔起苦紅茶吃氣？誰原諒過你，可否牢牢銘記？從分析入面見真理。我哋係呢一出戲嘅主角，想演好呢個角色需要時刻保持醒覺，擘大眼打上12分精神，提防小人喺你背後用暗箭將你擊暈。譬如人生盡力做好本分，但可能故事結局太過逼真，而真相嘅殘忍係要為大眾公開評分。無論要成為人群中嘅最劣等，都要忍1秒鐘無法形成對等。黑與白嘅關係再次引起紛爭，灰色地帶衍生一連串質問，令你失去所有戰爭自由太多會令新人失去平衡，唯有全能嘅神能夠給你指引。我祈求上帝向你伸出援手，能夠帶你走出呢一個十字路口。原諒了他等於究竟，高高翻再送會沒再誰壞到一生。而你何時要放棄？你實際學你實際學知己，怎麼說我誰逼你現在擔起苦紅茶？誰要教我點樣面對？